喂，想玩加密貨幣？第一步梗係開 Binance 戶口啦，去註冊頁面，填好電郵同密碼，好快就搞掂啦。記得要用我落喺下面嘅邀請碼，最高有 20% 交易費優惠㗎。開完戶口之後，千祈唔好做 KYC 實名認證，只要準備好身份證或者護照，經驗證步驟幾分鐘就完成。做完 KYC， 入金、提幣、交易上限全部解鎖，仲安全好多添。認證過咗之後，就可以直接入金開始投資啦。無論你係用信用卡定係本地銀行轉賬， Binance 嘅入金流程都超簡單，一步一步跟就得。入咗金，記得去交易板下單啊，揀現貨、期貨、槓桿任你玩，全部畫面一目了然，新手都好易上手，即刻落單試下買賣幾隻心水幣。記住，開戶用我個邀請碼可以即刻慳返最多 20% 交易費，長期玩幣就知有幾注數啦。快啲去落下面登記啦，咁就快人一步，賺得更多。